耶稣自细汉就是一个真巧的囡仔，伊定定去教堂听人讲道。上帝爱所有的人。哇！不过大汉了后，伊渐渐发现长老讲的话真有问题。只要传一只羊来祭拜，上帝就会原谅恁犯的错误。敢真是嘞？就好诶，以后就会使继续做歹代志啊！人做唔到代志，敢真是只要传祭品就会当无罪啊？我做唔到代志，不过我无钱，通好买羊啊吼。无钱，安尼就紧闪开。这个人伤超过啊，一点爱心都无。我应该爱去甲大家讲上帝的爱，互大家知影上帝真正的意思。就安尼，33岁耶稣开始设计去宣传爱的福音。耶稣设计去讲道，甲教堂的长老讲的拢无共。伊嘛开始关心真侪散车人，而且医治病人，渐渐开始有人追随伊。迄当阵有一种可怕的太高病，大家拢认为迄是犯错的人才会得到的病。假使有人甲得病的人接触，就是犯法。有一天，一个得太高病的人走出来，请你救我！哎呦，紧走哦！救我！走啦！拜托你，紧救我！好，你莫烦恼。耶稣竟然帮迄个得太高病的人，你并不是歹人，我愿意甲你医治。耶稣，这是犯法的。恁这的人一点爱心都无，根本唔捌上帝心意。你是讲咱唔免遵守上帝规定是无？你爱阮遵守规定，不过你家己同款嘛做袂到。而且对散车人、破病的人、犯错的人，一点爱心都无。对啊，上帝是爱咱亲像爱家己同款去爱别人啊。无对啊！你竟然敢假死我！卖解冤，这人伤济啦！我有办法通好陷害伊。这是一个好计计。有一天，长老因带一个互人判死刑的查某人来到耶稣的面头前。耶稣，这个查某人爱用石头甲牵好死，你看安怎咧？这个长老想要陷害耶稣。假使讲耶稣爱这个查某人死，就违反着家己的爱心嘛。哈哈哈哈！耶稣，看你是要安怎？这个查某人是不是该死咧？该死！紧甲牵石头！老师，你紧讲啊！恁遮的有啥物人无做唔到代志的，都摕石头甲牵。结果所有人拢真见笑，慢慢啊退去后壁。老师，你讲了就好诶。紧转去，以后唔通阁做唔到代志啊！好，多谢你。就安尼，愈来愈侪人决定要追随耶稣，希望会当建立一个有爱甲宽容的世界。不过，耶稣到最后也是互人陷害死去。但是，耶稣的信徒依然设计宣传耶稣的爱，一直到今，基督教
变作全世界信徒非常济宗教。